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开幕式嘉宾贺峻霖。天正式大煙雲，隨月海上下，燈火中照伊人，人說你獨下，停留玉女中看萬千火的繁華，眾生看到仍在這火把。大家好，我是爱看电影的小贺峻霖。是的，喜随春风到，光影满京华。再次欢迎全世界的朋友们，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吧！哇，邀请哥，我今天真的非常的激动，因为我其实自己就是一个电影的忠实观众。是。然后今天来到了北影节的现场，看到了这么多的前辈，我是真切的感受到了大家对电影的热爱。最伤感的那个瞬间，就是一部电影结束的那一刻。对，但是我现在长大了之后，就开始发现啊，其实一个电影的结束，它又是一个新的人生故事的开启。